多個建制派議員都話會研究民主黨嘅區議會方案，但係民主黨內部對於係咪支持方案仍然存有分歧。民主黨星期六召開中委會，決定政改方案嘅立場，再推薦俾全體黨員喺星期一黨大會上面表決。有關嘅決定將會代表民主黨喺立法會9票嘅取向。喺民主黨裏邊屬於改革派嘅范國威話，黨內對係咪支持區議會方案存有分歧，甚至對整個黨嘅發展造成危機。或者我哋覺得即係放棄得太多啦咁樣嚇，換取一啲即係唔係涉及到核心一啲嘅價值，例如係取消功能組別啊、特首選舉門檻下調啊咁樣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係擔心咧有一啲民主黨嘅忠實支持者咧，可能係永遠地咧係去離我哋而去咧，係去轉投其他嘅泛民主派。民主黨主席何俊仁話：接納區議會方案唔代表放棄其他嘅民主訴求，但係預料黨內外會有唔同嘅意見。如果係採納咗民主派及普選聯呢個嘅改良方案呢，咁投票嗰度係可能會有啲分歧嘅喺泛民主派裏邊。我多次講過，對投反對票嘅人，我係非常之尊重。佢哋係有理由投反對票，我亦都覺得唔需要個個贊成。公民黨就對方案有保留。如果你話冇去承諾話最終嘅普選呢係冇功能組別呢，咁我覺得呢，我哋嗰個要我哋去改變嗰個立場呢係好困難。佢哋質疑民主黨嘅方案可能會令到功能組別合理化。無線電視記者余展豪報導。